上主啊，万军的王，我爱慕你徛起的所在。我较无上主的殿，用阮的心神甲肉体，免用我的上帝大声来唱歌。咱吟圣诗67首，我心学了上帝，请起立。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早起是圣餐的主日，阮来到圣殿敬拜，伫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面前来纪念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着要救赎世间人，甘愿受定伫十字架顶，成做挽回祭。流出宝血，互阮信的人得到救赎。你有受鞭拍，互阮得到医治。父上帝，阮担信，毋是凭什么理由，因为圣经安尼讲。天父上帝看阮做宝贝，牺牲独生的囝为阮死，来担当人的罪。今日死有够我，阮求圣神降临的日，伫阮中间，光照充满阮。入伫阮的心，各位主，阮中间若有人受尽无明的委屈，心中若火得烧，但是来到主你面前，看见十字架顶的主为阮所背重担。这个画面伫基督中出现的时，所拄着的委屈、苦难又算什么？主啊，加载有你。阮的主，阮活伫主内面，因为主会疼。你的作为来改变一切。阮也承认，有时无时有意得罪主，甲得罪人。
主，你有应允，原来人罪要得到赦免。伫主内面有平安，有盼望，愿对心底感谢，搁感谢。伫遮，阮三党的信，要领受蔡主任牧师开听圣经的教示，阮会听，照样要行伫兄弟姊妹身上。有人成功，阮祝福因；有人面对困境，阮为因祈祷；有人家庭中有病痛死失的，阮要伫祈祷中为因流目屎。这两天大雨落伫台湾各地，造成大的灾难，厝倒水淹入伫厝内，也有人互大水冲走，造成死亡。农产品，我毋知迄个价值有偌济，就安尼互水冲走。主啊，我毋知大雨来得遮紧，求主人民因，希望执政者紧紧救灾。企业界紧紧拨资源来赞助，特别是双联教会，这是主会听恩声。阮的心徛伫真理，所以要安尼行。照保罗先生所讲，听无嫉妒，只有造就安慰甲宽勉，也听台湾受灾受苦的人民伸手来帮助因。特别上帝，阮只是为台湾这个国家面临的困境摆咧伫主面前，求主为阮国家开一条活路，撇开中国的压制，伫因用残忍的手段来阻挡阮伫世界各国的外交、经济、医疗的时，恳求主找天兵天将来为阮征战。亲像当时以利沙先知伫国家面临对敌围城的时，伊求主来开少年人的目睭，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伫城的四周保护。同款，主啊，阮因为心要看见主，你徛伫台湾这边。现在蔡英文总统想要解决一切旧阁无合宜的政策，劳工、年金甲东产面临当事者的抗争。主啊，伊的想法坚持，但是无来到主你面前来求智慧。阮知人的计谋袂达到天一画，伊需要听智慧的声，敲找智慧的果子，恳求圣神来帮助伊。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出声，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就。咱即时要启用第9篇，伫圣诗的后面13页，有的圣诗是16页，诗篇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掠砍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在。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祈祷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
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解你。就用要甲姜买热锁约束因。歹人受侪侪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个吟唱诗178首，愿爱上帝圣殿，请起立。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伊列岛临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名，伊要对亚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圣歌对早起的学老。真活圣神，咱用心，当时来领受。我
咱来共读上帝话。头一段《哥林多前书》13章4节，现代译本267页，在语汉译本212页。《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我用新译本来读。听是坚定忍耐忍住的，有听都无嫉妒，无自夸，无骄傲。搁一个箴言14章，旧约箴言14章30节，现代译本824页，在语汉译本706页。30节，冷静互身体勇健，嫉妒是骨中的毒癌。再去牧师的信息，《爱的真谛》系列，听是无嫉妒。真谛系列第4讲，咱请主任牧师。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爱的真谛》的第4讲。题目是“听是无怨妒”。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会当甲你亲近，会当听你的话。阮这时刻，阮恳求主。你差遣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亲自引带看顾阮，阮有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也透过圣神激励得到快乐，互阮会当实践你的话。阮恳求主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来恳求圣神伫咱甲上帝，伫咱咧领受上帝话的时阵，同工，互咱会当真实明白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怨妒，爱是不嫉妒”。伫咧写这篇讲章的过程中间，我有拄到2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这篇讲道篇一定是一个无受欢迎的讲道篇。因为咱每一项拢会怨妒，所以要讲听是无怨妒这个主题其实是咧用咱人生的软弱咧挑战。所以，等下牧师咧讲的过程中间，你一定感觉讲我咧讲你但是若安尼，你来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一篇真重要的讲道篇。因为咱知影人要无怨妒真困难。所以，这篇讲道篇是咧挑战咱的本性。如果你若听的过程中间，你感觉你的心受到刺激，安尼这篇讲道篇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咧调整咱。所以，咱来恳求圣神帮助咱，会当调整咱的生命。但是，这毋是上界大的问题。上界大的问题是，对圣经中间，咱发现上帝是一个怨妒的上帝。因为圣经中间记载，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哈。忌邪其实这个字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怨妒嘛。因为圣经的翻译者惊讲，感觉怨妒是一个负面的词，所以伊毋敢安尼翻译，伊来翻做上帝是记恨邪恶哈，就讲怨妒邪恶的上帝。其实就是怨妒。安尼，既然上帝是怨妒的上帝，为什么保罗佮要求咱爱无怨妒？这就是咱第一个爱去分享的重要的信息。首先，咱来明白的是讲，上帝是一个充满疼的怨妒者。就讲疼会产生怨妒，因为咱对圣经中间看见着上帝疼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无爱，唔允准别个生命进入伊甲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关系中间。所以上帝怨妒，就亲像婚姻同款，婚姻的疼是无容允别人来破坏，因为若有人介入两个人的婚姻的约束中间，这破坏这个婚姻。所以这种疼就产生了怨妒。所以上帝无允准咱敬拜别个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婚姻遐尼神圣，是一个神圣的约定。所以圣经内讲，耶和华是一个怨妒的上帝，名叫做怨妒者。因为咱这疼就是会产生怨妒。如果你若无怨妒，就是表示你无疼嘛。比如讲，如果有一个先生，逐日拢出去外面花天酒地，去四界去交女朋友，啊，伊的太太一点仔感觉嘛无。伊太太讲，疼是无怨妒嘛，所以凊彩伊出彩伊。安尼咱会当发现讲，这个太太其实是无怎样疼伊的先生，所以即款的疼是有怨妒。所以咱知影上帝就是怨妒，惊介入咱甲上帝的关系中间。但是咱也爱明白一点，上帝会当怨妒的原因是上帝怨妒袂互伊犯错误，因为上帝是充满疼甲智慧，所以上帝怨妒袂互伊陷入错误的判断甲行为。伊有智慧的疼会当超越即款的怨妒。咱对圣经中间看，咱嘛真清楚。上帝虽然禁止经过以色列百姓袂当离弃伊去信别的神明，但是当以色列百姓离开伊的时阵，伊也是不断用宽容忍耐的心，听候以色列百姓会当回转嘛。而且不断差遣先知祭司来劝勉以色列百姓，甚至到落尾，伊互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罪人来死。所以上帝这款的怨妒，这款充满慈悲的疼，互伊会当控制伊的怨妒，袂因为怨妒来犯错误。所以这是上帝有权利会当嫉妒的原因。所以咱明白为什么保罗先生要咱讲疼是无怨妒的原因，因为伊这张批毋是写互上帝，伊是写互咱的。因为伊知影咱人的软弱，伊也知影这个怨妒会互咱甲人的关系中间带来伤害，所以伊爱互咱学习用正确的疼来超越过怨妒。伊知影检查伫夫妻迄个疼中间产生的怨妒，也有可能因为人的软弱袂晓控制，来产生无法度收拾的效果。所以伊爱咱学习正确的疼来超越过怨妒。咱首先要进入这主题进前，咱先来看怨妒所带来的伤害。咱对第一件命案来看，咱知圣经第一件命案是啥物货？就是该隐杀死伊的兄弟亚伯嘛。为什么伊会杀死伊的兄弟？因为怨妒嘛。圣经中间记载讲，该隐准备一寡土产，用祭物要献给上帝。亚伯也对羊群中间选出这头生上介好的细只羊仔，做祭物献给上帝。上帝欢喜亚伯，所以接受伊的祭物，叫拒绝该隐甲伊的祭物。所以该隐就真生气啊！这款怨妒互伊将伊的兄弟来杀死。所以怨妒会杀死人啊！甚至上介亲密的兄弟，拢有可能相杀。怨妒毋单单会伤害人哦，伊会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圣经中间嘛，咱讲有一个家族，就是雅各的家族。雅各生12个囝，因为伊本身的偏爱，伊上介伊真疼迄个约瑟嘛，所以伊做一领真水的彩色的衫，互约瑟穿，就引起约瑟伊的兄哥对伊的怨妒。佮加上约瑟常常做报马啊，做吊牌啊。去来报伊这大兄的歹代志，所以伊的大兄就怀恨在心嘛，就来
想要来杀害，甚至来卖掉。所以这怨妒对雅各的家族带来真大的影响。怨妒毋单单会对个人伤害哦，伊对整个家庭也会伤害。咱毋通想讲吼，那你若看到迄真好吼，真有权力地位真悬的人，就袂怨妒，其实毋是安尼。伫圣经中间，咱嘛看见着扫罗王，伊看见着大卫太师歌利亚，迄位历史人歌利亚了，迄真侪妇人人对以色列逐城拢来咧，伫迄城内底要欢迎因转来，叫因这妇人人就做一首歌咧唱，无唱佫袂要紧，一唱就出问题。因唱啥？因唱扫罗太师千千，即句扫罗听了真欢喜。后句讲大卫太师万万，即声扫罗王就开始生气啊！为什么将万万归予大卫，将千千归予我？咪看我较袂起，所以开始怨妒大卫，开始迫害大卫。所以咱毋通若准讲有权位、有地位的人袂怨妒，其实每一个人拢会怨妒。一直到今仔日，咱看见着有真侪社会、家庭的悲剧，拢是因为怨妒所引起的。所以咱爱真诚实去面对伊。咱下面要来看讲产生怨妒的原因，然后咱较一条一个原因来想克服的办法。首先咱来辨别的怨妒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是讲一个人咧兄水兄茶，兄到水滚咱拢兄过茶嘛水滚的时阵会呛烟对无？你若叫无小心叫伊下着啦，会受伤嘛。若叫伊破着安尼，哇，规身躯都伤痕累累，甚至你受伤面积较大的，有可能会死亡。所以怨妒的意思就是讲，亲像水滚的人啊。你一个人伫内心迄水安尼滚起来，拢呛烟的时阵，你若咧想象迄个怨妒的人的情形，就是安尼啦。会产生怨妒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互相比较。即句话讲，人比人气死人嘛。互相比较，感觉无公平，产生怨妒。有个人比我较无才能，为什么伊官做比我较大，得到顶司的重用？有个人看到生得普通，为什么真侪查某囡仔拢介意？我生得遐尼缘投，拢无人要介意我。因为比较无公平，产生怨妒。你若无比较，心中拢做平安；若比较你会艰苦。我有一遍伫富强教会咧牧会的时阵，有一个长老甲我讲，广播处我讲，有一间迄个做西米露的公司咧拍卖，我载你来去买。我来去遐讲，我见讲真正有够俗的，一领西米露2000块，佮买一送一，所以一领算1000块。所以阮一人买一领所以一领1000块我穿的，大家拢穿迄领做欢喜，这领佫放伫我的办公室。结果有一天我买礼拜时穿迄领，看到另外一个长老穿甲我一模一样的，迄质料相共，迄牌子若相共。我来讲我这领买1000，你买偌济？伊老公买500。你若无比较，正常拢做欢喜的，比较落来讲，伊买500尔，心肝拢做无欢喜。所以比较真艰苦，比较会产生迄个怨妒，所以这是第一个产生的原因。第二个心善啊，你若有比较了若个心善咧，迄怨妒就慢慢要产生啊。有一寡怨妒是因为无合实际去心善别人所产生的。为什么有人生落来遐尼好命，家庭遐尼好，我生落来就是家庭环境无好。害我着爱靠家己拍拼。有个人讲为什么平平遐尼认真？为什么有个人运气较好？心善别人。所以咱有一个台语歌曲唱说大家会晓笑袂？我原本要唱互恁听，但是我讲话比唱较好听。讲别人的阿君是烟头送，阮的阿君是目睭拖汤。所以心善别人的时阵，就产生怨妒了。所以这是第二项怨妒产生的原因。第三项是安怎？因为无健全偏差的痛所产生。
特别是发生伫夫妻甲男女朋友顶面。有个人吼，疑心病真重，对先生甲来讲对太太吼无安全感，疑神疑鬼，怀疑就产生，偏差的听产生怀疑就产生怨妒。所以先生若转来吼，迄落地仔拢一直来敲，手机摕起来看，我讲做自然，毋是阮兜拢发生即个代志吼，是讲有个人安尼做，疑神疑鬼，你怀疑到尾你就怀疑产生怨妒，讲即个人毋知安怎，所以有可能即3种原因产生怨妒，咱来想办法。无需要互大家4个建议，咱来学习安怎超越即个怨妒。第一项就是爱停止比较，会产生怨妒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比较嘛。我拄则讲过，甲别人比较，比较了你若比输人，你就无欢喜，产生怨妒。所以咱来明白一点，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其实伫上帝眼中拢是看做宝贝。咱人遐卑微的人。但是上帝顾念咱，眷顾咱。咱人上较有价值的所在是安怎？咱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上帝互人无共款的恩赐，咱毋免去欣赏别人的恩赐，毋免去比较。咱看耶稣基督有讲一个譬如对无？这个譬如咱拢真实。有一个主人要出外去，叫3个萝卜来，一个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到尾5000个去趁5000，2000个去趁2000，1000个将钱带伫土里。但是无需要互恁知影，就是讲，你若注意看圣经，你发觉讲，这主人转来了，迄5000个趁5000转来，迄2000个趁2000。主人对因的迄个奖励的话，学乐的话拢是相共，无一字偏差。两个人学乐拢相共，就是讲5000个你尽中趁5000，2000个你尽中趁2000，两个拢相共，拢得到主人的欢喜。所以咱理解来讲，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恩赐，有个人5000，有个人有2000。上帝无要求你2000爱趁5000，你照你的恩赐去运用，去用光上帝，去祝福别人，上帝就欢喜，你就得到奖赏。所以每一项拢有无共款的恩赐，甲咱人生的功课，咱来学习会当发展家己的恩赐，用伊来用光上帝，来祝福众人，毋通甲人比较。上帝袂因为你无正做别人来处罚你，所以咱来真清楚，停止比较，甲别人比较一点仔意义也无啦。上帝接纳咱每一个人。第二项。就是咱来学习知足的功课，毋通去欣赏别人，就是讲，咱对别人产生怨妒的原因之一，就是讲，咱毋知影咱真正的需要是啥物，所以咱产生无合实际的欣赏啦。有人了解讲，我若有像伊即款的地位，像伊即款的权力，我就会快乐；我若有像伊即款的财富，我就会快乐。其实无需要大家讲，咱毋是讲一定要拥有啥物才会真实的快乐。牧师伫牧养的这20几年来，我看过真侪无共款的人，无论伊的社经地位安怎，伊的学问安怎，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甲功课。你毋通若准你变做伊，你就快乐啊？毋是安尼。你若无知足，你永远袂快乐。因为你会明白，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你到一个阶段了，你阁想要阁关一个阶段，咱若受到咱家己欲望控制了就变做一个无底深坑啦，为咱的生命带来困境。要对抗这款的情形，只有一项代志，就是你爱知足。啥物是知足？知足就是享受你已经有的，莫去看。你所无的，就是你毋通食碗来看碗外啦。你碗有啥货，你就享受你这食物，毋通去一直欣赏别人，享受你已经有的。
安尼你才会真实的快乐。所以我拄则讲迄青蛙嫂，我念头前2句对啊吼。别人的阿滚是烟头仔送，阮的阿滚是目睭脱汤。但是接续看有积极的意义。伊讲生做水歹是免怨叹，吼，人讲歹翁是食袂空，吼，你若有一个真疼你的另外一半，吼，你就毋免心酸，你就好好珍惜，享受你已经拥有的。当然，第三项咱有来拄着一个情形，就是讲。有一寡人也是讲一寡代志是值得咱欣赏的。有一寡人有真美好的德行，有一寡人有真好的才能，拢是值得咱欣赏的。但是咱来明白吼，伫欣赏的过程中间，有时迄个怨妒吼，会伫真短时间将真侪好的代志变做负面的。所以你要有更较大的力量，将即个怨妒往正面的方向来引出，就是你要转化你的欣赏啊。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伊讲宁静互身体健康，怨妒是骨中的毒癌。这宁静就是讲，你心内好爱互平静。咱拄则讲怨妒是安那水滚起来嘛，你呛烟，就毋是你爱冷水加落，甚至加冰角，互你的心平静落来，真稳定，毋通失去即款的宁静。怨妒吼，会互这宁静失去，互你的生命得到损伤。所以。咱来防止因为心魔所产生的怨妒，咱着爱有一个转化的力量。当你看到别人有真美好的德行，你毋是怨妒伊，你是爱学习伊，互你也会当慢慢亲像伊。你看到别人有即款的才能，你就想看讲上帝互你有啥物款的恩赐，你也将你的恩赐来训练来发挥出来，用你的恩赐来荣光上帝，这叫做转化心善。互咱的生命会当更较进步，这是一种真好的正向的力量，咱会当来学习。最后一项，就是坦诚信任。咱拄则讲过，有一种怨妒是因为无健全、偏差的疼所产生的怀疑，对怀疑产生怨妒。所以咱就开始学习，爱用坦诚信任的态度来起造咱甲别人的关系。如果你会当用坦诚来甲对方结交，诚实，大家知影你无隐瞒，对方就袂怀疑。你个信任对方，用即款的关系来建立关系，安尼自然而然就袂因为怀疑来产生误会，进一步来心内怨妒。这是咱来学习的真深的功课。所以牧师要讲结论吼。保罗甲咱讲，听是无怨妒，毋通互迄个怨妒成做咱生命的问题，去影响咱甲别人的关系。今仔是圣神降临节，咱来恳求圣神降临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得到迄个心内的宁静，互咱用平静的心去面对咱生命的问题，毋通互心中迄个怨妒亲像水滚起来，伤害别人也伤害家己。阮倒转，互平静的心，互你不断会当提升进步，也当荣光上帝祝福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透过你的话要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主，阮恳求你用圣神充满阮，阮对付阮人生的软弱，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但以怨妒这2字，我今仔日已经大你70岁，较少会等于讲迄个怨妒安怎？因为我家己知，家己是卑微的人，我是祝福，较少有怨妒。所以袂晓讲台语叫怨妒吼，歹势。咱来吟圣诗215首，准备心，咱要圣餐，请起立。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所有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圣灵洗礼、甲健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你若着磨担重担，就通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也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亲爱的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拜伊来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恁逐摆若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模样，逐生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咧伫你面前，才会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不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那这个是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参加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主要所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所以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伊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要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过。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孝念伊，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之地，咱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脚拖的疼，互阮甲你同坐倒，领受你的圣餐。透过这个圣餐，互阮明白，阮甲你有亲密的关系。就是阮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永远的国的福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愿意将阮的性命奉献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咱中间无了解，就毋免参与即个工作，毋免参与即个行为。啊，新朋友若伫外口爱望的所在无填写留名卡，请咱伫座位头前来填写，了后交互收奉献的执事。礼拜煞，请新朋友到伫外口贵宾室，互同工教会同工来甲咱介绍。这是咱开始在今仔日的奉献。敬拜上帝，
阮为教会圣工伫遮用阮的金钱来奉献，你也知阮的心共款奉献伫你面前。阮特别要为着即2天的水灾，毋望相连教会会当牵手，阮所有会友来关心即个受损的家庭。愿主帮助阮伫即个事顶面有份。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咱呼吁兄弟共同学习成做尽忠的好管家，来爱护珍惜咱的环境，好尽对地球生态关怀的使命甲责任。我毋知即个主日，即个雨水甲环境应该是咱家己有真济破坏吼。本主日是为圣神降临节，恳求圣神日日光照，充满阮，改变阮的心思意念，开启阮的耳孔，互阮会当搁较亲近主、荣耀主，搁较深来经历主的主爱，甲大快乐。6月5初5到9号，教会干事甲大老员工有熊牧师甲杨新造牧师要带因往日本东京有啥物代志要接触的时阵，请甲各组留守的人。咱知影礼拜的时间，即马第2、第5场拢是斗阵聚会，请咱爱记得。6月11日英语牧区外出办灵修会，所以第4场的英语礼拜暂停。其他关怀本会会友李世金兄弟，就是李万恒的囝，伫5月16安息主怀，定伫6月初10，即个礼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2厅举行入殓的礼拜，定伫当日下晡2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关心，特别来想到白头毛的送黑头毛的迄种的心境。请咱较侪人来参加即个安慰的即个礼拜。我报告到遮。牧师介绍来宾。大家平安。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叫老主约神师专家，刘主月神师专家，好，面对加州，加州等来哈，欢迎，欢迎，还有歌校长张乐夫人以及伊的妈妈，伫倒位？柯校长，好，我伫遐哈，欢迎欢迎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欢迎这新朋友，咱会当去到贵宾室的所在，互咱搁再进一步的介绍吼。安牧师补充报告到遮，多谢。咱来吟线会带有祝福的诗，圣诗514首，请起立。
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热岛社温享受初见。